咱们把人去走一下，马上把那些舞曲要来唱啊。要说了不？这个，说让他节目，吃完饭喝了酒，喝了就正好拍照，给你来跳
接着票吗？休息一下。
连油头离要远一点，油头要退一点，要退一点，你太近了。要前头上，不要横着上。这次换一下嘛位置。换位置。对，上次也可以。对。斜着上，用错了出来点。对，就这样。哦，对，错开就可以。他说这的话，新时代不得风尘。Thank you.
呀，要年年啊，多把不正气呀，要去哪里？呀，我们只有看出的出，这样多少呀？看出的出，这样多少呀？顺境大王，我的开瓦地，开眼地地，男人一撮满呀。只是那种你们着急的，我要去来莫想自求呀，我要去来莫想自求呀，我要去来莫想自求呀。
多钟。江阳网络，江阳网络，对，旁边他妹妹档案部，我想家的，旁边档案部，他妹妹。档案部往旁边，拉错往中间，对。往这些点。巴西退一点点，巴西退一点点，巴西退一点点，你退一点，巴西退一点。在我前面了。小拉错，你们往前面走点。
吗？哦，前面江阳望路，江阳望路，后面是江阳路。江阳往左边走一点，江阳往左边，对。OK。天上一个太阳，云中一个姑娘，我要和你回到你的家乡。高高的就是守护你的天堂，再有多少伤感，我也不会忘。一路歌声放纵，一路选择悠悠，我要和你牵手到幸福的远方。你是我的太阳，我是你的翅膀，我们就在天空自由飞翔。喜马扎子山。巴西的头甩得太凶了，不要甩那么凶。天上一个太阳，云中一个姑娘，我要跟你回到你的家乡。高高的就是守护你的天堂，再有多少伤感，我也不会忘。一路歌声欢唱，一路选择悠悠，我要和你牵手到幸福的远方。你是我的太阳，我是你的翅膀，我们就在天空自由飞翔。喜马扎子山，美丽闪亮的太阳不变，让我心儿滚烫的不变。后边两个往前面走一点。高啊高的光芒吉祥，我们的小花地久天长好，注意眼神哈，看过了。一马扎子山，美丽闪亮的太阳不变，让我心儿滚烫的不变。高啊高的光芒吉祥，我们的小花地久天长。先走一遍。江阳讲什么？江阳？讲什么？江阳？江阳望路。江阳往那边左边走一点，是吧？啊，单人木往前面走一点。叫单人木是吧？单人木。单人木往前面走一点，单人木，是吧？下拉错，站开一点。怎么劲儿短了？这有点大了。好短哦。其实那个不讲不大我也可以，他们都每天都跳的嘛。巴西不要埋头。好。
来走着。 别抢啊，走了。阿信，怎么跟他们脸好像不一致了？对吧？
要短2分多钟。好，重来哈。不耽误。这个叫啥名字啊？就叫不丹锅吗？这里个还是啥子隔双美多还是不丹锅？隔双美多。它就是不丹的，它是全名好像6个字嘛，4个字忘了。我们俩是几姐妹嗦？姐妹。江阳旺儿。